观光的消息，疫情后旅游政策即马豆放宽，陆委会今日即马宣布讲，为今日起恢复两岸10个定期航班的航点。华航表示讲，未来升飞广州甲深圳，中英航空呢会先评估市场的需要进行调整。不过以2019年中港澳来台湾观光的人数差不多300多万来看呢，这个疫情期间2022年敢若差不多6000人。进前交通部长王国材就讲，今年中国来台湾的观光人数目标是100万人。旅游业者认为讲，你都要开放禁团令，较有可能。那日式湖水水敢若亲像仙境，或者是优势哦，看水杨柳。不过即马又要开放观光团体，想要去待个等。不过对旅游业来讲，已经看得曙光。那在陆客来台的部分，当然能够为我们台湾带来一些观光外汇的收入。中英韩联航空讲，3月26开始，通到北京，逐天一个航班；到新都，逐礼拜有2班；华航桃园飞北京、厦门，逐礼拜7班；两岸航线增加到逐礼拜45班。不过，针对当恢复的10个航点，中英保守态度，会评估市场需求，再搁再新增加航点。华航是讲，计划优先恢复飞广州和深圳。以中港澳来台湾观光人数，疫情进前2019年300多万人，疫情期间2022年刚有5963个人，今年1月来台湾的有4253个人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进前讲，今年中国来台湾观光目标人数是100万人，等于还阁差235倍。两岸的这个旅游团禁令能够解除的话，那到年底之前，我们有信心呢，陆客来台应该可以达到100万人次的目标。开放自由行、团体禁令，恐惊不是第一时间一方面得当解决的问题。两岸开放不影响观光旅游业，互相交流影响的层面较大。当时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，外界拢在咧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